等我用列木利亞水晶打開其他維度先。嗱，五行水晶唔係亂穿就有效噶，一定要配合你嘅命格。如果你想知道邊種五行適合你，上嚟 Peter Sir，我幫你計。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分享下啦。你可能未必知嘅列木利亞水晶，佢裏邊嘅神秘力量，大家睇睇下。好似而家呢度咧有幾支特別點解通透噶，佢就好似一粒冰咁樣咁靚，見唔見到啊？裏邊仲有啲隱藏一啲呢個彩虹喎。嗱，咁佢有啲咩咁特別嘅神秘力量咧？好啦，第一，佢原來可以咧啟動呢個靈性嘅記憶，因為點解？佢儲存咗呢個列木利亞嘅能量儲存器嘅留低咗嘅一啲靈魂嘅記憶喺裏邊。好啦，第二，佢亦都可以咧如果你用佢咧打坐，幫助你連結高次元啊，係啦，你會接收到一啲信息，可能係外星信息，或者係有一啲前世過往嘅一啲你諗都冇諗到嘅一個息路喺你個腦海度。第三，亦都幫助你可以穿梭另一啲維度帶你去一啲呢個另一啲嘅旅程。同埋咧最後我想同大家講啦，佢有樣嘢咧係對我哋身體好噶啦。如果你想你個心輪打開，你只要將佢放喺你呢個心輪嗰度。好，依晚靜心，唔使擺喺手，反而擺喺心輪嗰度。好啦，貼住你個心輪，大概5分鐘。吸氣，呼氣，吸氣，呼氣啦。尖嘅向上邊，唔好喐佢，因為佢又會影響你嘅脈輪。好啦，你做完之後5分鐘之後放翻低，你感受下咧，你呢個氣管好似有啲薄荷嘅感覺，成身鬆晒。列木利亞佢唔單止係可以令我哋可以打開我哋嘅心輪啦，同埋如果你話頭先我講咗揾到其他嘅維度一啲連結係非常之好。